阿雄，你无看到吗？我真正无看到。你无看到答案吗？无。落来啊，落来啊！有啊，对啊，你无看到，答案就是伫遐啦。嘿，答案。请问，厝这里是讲大的空间，啊，若是有人讲到大厝，有可能伊是咧讲什么咧？西瓜茶，大没有西瓜茶哦，大厝，大厝。大厝西瓜茶。因为我有在做这行业，我嘛是有行业。新手厉害，新手厉害，嘿啦，新手你拢有顶。伊那个是即摆大厝要出来啊啦。咱要改一定大厝咯。啊未死的时阵住细厝。死的时阵啊，袂死的时阵大咧厝。哦，住在厝内底。因为你来死去，你嘛会使住老厝。OK， 西瓜茶，观察，茶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这里，观察对唔对？对。是恭喜得到4000块咯！来，咱听咱老师来解说。老师，一般其实以前的老大人拢无啥会甲遮个熟悉查麻烦，所以因时间特别到啊，有当时拢家己的寿衣，也是讲家己搁甲迄个大厝注文好好。啊，因为迄是还袂过身啊，所以家己安尼要大厝，所以就一款名称，莫去讲迄个较无好的。啊，若像这个大厝，咱会当讲棺木，也是板啊，也是棺茶、寿板拢会使，吼。啊，搁来就是若要入棺茶，迄款咱叫做入木。啊，然后谈段，因为恁有讲到一个，所以我解说一下，讲会当嘛是会当住迄什么厝，迄叫做烧纸厝。烧的啦，透天啦，透天。烧的啊，拢做即马配内底迄个配件拢足好个，佫有手机啊，佫有你伫房间，佫有查某间啊，啊你伫房间可能你袂当开变路的，啊毋过内底会使。有司机对，啊所以就是讲咱后代一款孝心啦，啊咱若准讲家己的精神，迄个祖先较好的功德的精神传落去哈，其实比烧大厝会较好。对，无唔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